欢迎大家来到哈克哆瑞咪，赶快准备好，跟着某某、亮亮、点点、小蜜一起来跳舞喽！今天要跳的歌曲叫做《Toy Tail》，是好吃的萝卜哦！一起来准备跳舞喽！Toy tail, toy tail， 萝卜，眼神，眼神，身体 ，knit tail, knit tail， 太阳。刚刚教的客家话记住了吗？那我们现在再来跳一次 toy tail， 萝卜。今天教的客家话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小朋友要记住哦！哈克哆瑞咪，我们下次见。